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山东省京剧院的武旦演员孙明，我今年34岁。这次展演的剧目是《扈家庄》，希望您能喜欢。前来攻打我庄，为此
配挂真对一对，宋将啊宋将，这才是太岁头上动土重正定。随你姑娘持杖观阵暗自结金起眼怎身爽，往阴头的再看啊！大管教他人头到底，哦，好汉。
梁山小帽子，也敢与你姑娘交战么？不可了！劝你归顺梁山子，若不然，将你转传他为家法。王爷，好色子！我心小的那满在无间事，一霎时将做父亲。怎贪污去弄他的他那一日对他几句谈生气把他选子当然是对不起，有神通难桃花的杀得他无本血马蹄，沾尽了残地把管教他评价不错。